朕要给你师父跟居典一赐婚。小方大人，如今还好杀人吗？臣不敢。陛下不要再拿陈寻开心了。如今诛害已除，臣从前竟是不懂陛下，更何况陛下文治武功堪比太祖，臣与陛下相比，如同萤火之光，不敢造次。巧舌如簧，看不出来呀，这小方大人还是个惯说好听话之人，倒比你师父强些。哦，对，说到你师父，朕真有一事想要你去劝说一二。朕要给你师父跟居典一赐婚，他们二人自小一块长大，其实早就有婚约，只是这几年分离聚散，到现在都没个结果。你师父太糊涂了，整日忙于公事，这婚事到现在如何操办都没个说法。师父的婚事，我们哪里插得上话？陛下高看我了。也是，此事还真就怪你师父糊涂。不过七七确实是个家父，要是他能主持钟馗，季风馆的日子会好过很多。师父能有人照顾，自然是好的。正与你想到一块儿去了。陛下，臣有一事，臣想恳请陛下将臣调到黄泉关去。哦，北地苦寒，常年边患，不仅是女人，连补给都很难送到。你到了那儿，可就要跟他们一块屯垦，这日子远不比都中好过。你当真想去黄泉关？黄泉关是北部最重要的关隘，守住了黄泉关，便是守住了大征的晋北，生命社稷皆系于此。臣不是娇宠侍禄、钻研之辈，既蒙圣恩，自然要为朝廷办些实事。好，同你师父一样有志气。也好，那就等你师父和居典义的婚事办完了，再开拔吧。陛下，臣听闻黄泉关近日便要换防，会补充一批新兵。臣想恳请陛下一视同仁，让我同那些新兵一起开拔。同新兵一起开拔，太着急了吧？这婚事可就赶不上了。臣不过是个殿中郎，既发愿要驻守黄泉关，便不应该再享受这些优待。这样，日后去了那边，办事也方便许多。低调为宜，那便与新兵一起开拔吧。谢陛下，臣告退。